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邀請到來賓吼，其實係一個傳奇嘅人物，伊啊吼冇教排球嘅經驗，但是伊卻教出一群冠軍嘅排球隊。你今日馬上歡迎你今日來賓顧富田顧先生來到嚟現場。富田先生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係來自美濃嘅富田先生。富田先生吼，我想問一下。這個貴州唔係學體育嘅呢，嗬，以前係學乜嘅呀？係建築那邊嘅呗。建築那邊嘅，建築那邊嘅，幾時隻人睇建築那邊嘅其實冇簡單嘅，冇去銀行上班啊，冇去做嗰種，太輕嘅上班，做乜去搞排球呢？因為貴美濃一個市立體育場嘅教書嘅啊，做嘅呢。排球教練啊，都去做兵。個教練就問我講對排球有興趣嘛？因為我太要打橄欖球嘅，對我可能係對體育個有興趣樣啊。講都得係自教個那呢。但是打橄欖球同我哋打排球真係冇共樣啊！那橄欖球是難度緊走，或者送贏呢。橄欖球排球是跳巷嚟打呢。我反正相同，但是教練看到我對運動有興趣。就講啊，跟住帶排球隊嘛，佢教你做邊嚟咩？係講好啊，所以我就唔少就辦些參教員咯，給他讀書，個有講些，個賣雜誌、圖片嚟給印看，一進門人啊，係冇呢人嗬，差唔多美濃鎮呢，差不多前輩，差唔多全部本係問過嘅，像郭建明先生、莫里校長。林前文我初時教書，嗰個鍾新強先生，嗰個我學弟嗰度宋金強先生嗰度，全部有本我問過嘅。例如講你從頭開始學排球嘅規則，嚇，讓我去打排球，嚇，讓我訓練排球。但是問題係門啊，嚇係門啊，讀書係讀書啊，教係一回事啊。所以個宋金強先生伊係結書嘛嘅，我係學弟啦，所以我不如問伊。所以快過線上啊、厘米上啊一樣嘅，除咗長時報嘅出樣嘅，全部要去教我呀。嗰個教練，嗰邊嘅教練攰落嘅，兩人有人練啊，有人看，都同時學習嘅啦。因為教練過來嘛，教練過來，你這個都歸教書啊，還是講有細批俾？冇，教練就話係同佢教練聽書，一個人練出嘅是個冇安重嘅啦，兩個人個夾嘅，所以我喺嗰推動嘅劉老師聽書，有一看劉老師一練啊，有人學，嗰個學佢打排球嘅，有以周邊面過嚟嘅，有帶學生去參加一個港比亞組嘅，體育班有打全嘅冠軍嘛嘅。我冇嘅比哦，從年頭按過呢，所以我對人哋成就感覺有成就嘅，開始練排球嘅。你睇，嗰時第一個體育班訓練嘅排球隊，然後去參加嘅亞組嘅比賽，體育班都拿到冠軍。咁高中嘅人將冇跌下來。你咪同我哋講，都咪小解下個，佢到底係樣訓練啦？應該講，即係開始都看書啊、問人啊，嚇，真是開始帶細嘢上去練兵。你話你講正式嗰種排嗰種，唔知咁哪一點咯？因為個劉教練啊，練咗一年啊，要做兵，所以排球有大嘅咧。所以我要繼續這樣訓練方式，因加強、因補助、訓練呢。我請問一下吼，佢幾時是揾教練嘅事啦？幾多細人嚟會唔服唔咯？我講，我係因為內容我都特殊一啲。其實沒講唔服啦，做先生啊，對高中生啊，不能對先生對教練嗰度，我又唔識得辦事，所以我推學生嘅該集訓該學。你拜託人不是同他打成一片樣嘅，所以學生唔會討厭我啊。對下係打成一片吧，打成一片講把你打為成，用足球會打為一片吧。你其實你看練個橄欖球應該身體過窄，當成話一個聲音應該唔敢對你樣啦。沒啦。好，反正其實你對聲音都過好，然後他個人至少變成講。他跟以前一個球隊嘅一個形式啦，佢以前有拿過暗號成績嗎？
以前就俾我练体育上部高中部嘅喂，高中間12連霸哦。係啊，你俾高中間講高中都可以講有體育上嘅冠軍啊。嗰時候以前成績都本來都很好，係咪？還是講一年6千啊，帶幾年一上都很好，廣東冠軍係。但是至少冇被撈虧啦。冇。跟這個非常好來，從家我唔錯，可能啲劉先生本來古巴嘅排球隊留啲幾好嘅大同嘛嗬，按這個去接上去，至少冇把一啲嘢樣講咯，飛血防飛血，後有啲嘢可能去可能都都冇按人嘅，然後可能都個對生意嚟講好，叫生意都會難事，結果都冇練好。咁其實你用一把接上去嘅呀。廣東第2週人規定就點練球嘅。下晝哋就點練球嘅，反正時間當好嘅。隊長就帶人練，講係佢研究，佢看營養嘅，講唔熟嘅，講唔熟練地方，係要加強下嚟。從頭他們就有制度啦，有時間規定，之後你規定一個人練啦。你照對人來嘅嗰種表誒，照表操課，照表操課，然後你都把生意至少樣講，都係你有個形式，冇表現表現。咁像唔同都有講到，你喺度12連霸，對12年每一年的第一名。每一年第一名哦，真是的哦，我應該高中都真是個獎哦，仲係像不一樣的啦。你當時去誒，我哋係算甲組的呢。我到你那天天嚟打甲組啊。幾講比冠軍高誒，即係開始改甲組誒。甲組去咩人打唔到人呢？係哦。看球員的條件，但係球員條件個高誒，個有病誒，個矮嘅咩打唔贏啊？像我哋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嗬，應該有看過排球啦嗬。但是可能嘛唔係講排球的先生意嘅時候，比如先對人嘅時候啦嗬。所以同我講，唔係全部都應該要過高嚇，根本上個矮嘛可以打嚇。高唔適合啦，高唔適合打。高就一個一好。一般嚟講排球嘅話，應該可以分樣嘅一種，然後講發球嘅啦、接球嘅啦，係咪？係咪有按你嘅分配啦？有6開項一般有6開項，哪6開項啊？佢是發球，接發球，做球嘅，攻擊，負秒，負皮，一共有6開部分嘅。有6開部分亦個冇得有個是可以啊。個矮是你冇辦法，就佢負秒，負唔到。高中做些負秒啊，我原來死咗嘢。所以負面變過中間，過個中間啊。嗰時候就變成講嗰種，因為其實高中有啲人真係都上過高嘅。嗰時候伊嗰種殺球殺下來。就冇個強嘅。係啊，負唔到冇辦法，都等佢本人要擋得嚟用。都等於都本人等到你本人用擋啦。咁像我哋訓練嘅時間，一般來講，排球伊都係技術過重要，還是體力過重要啊？唔認為咯，兩個過重要，兩個都過重要。反正佢打冠軍，唔講技術冇體力打唔到啊。唔講有體力冇技術，咩冇效，所以兩個有冠軍，過重要啊。至少對我哋觀眾講，我哋而家觀眾朋友嘅聲音呢，伊想要打排球嘅話，唔會希望講伊先練技術，還是先練體力咯？先練技術，先練技術。就有技術我也有興趣，那炒體能，伊冇把伊興趣炒體能咩冇效。咁從後來我哋講，後來又去國小去教，咁對國小生意嚟講嘅話，伊可以馬上開始練技術嚇，還是講生意嚟國小生意嚟，而且對體力開始嚟教？講到技術啊先。咁你係咪同大家人分享嘅？後來有就去國小去教生意嚟係咪？佢做聽用嘅啲技巧，我比較容易開始本去國小去教。同體育上講教嘅喂，到裏面係打全省冠軍教呀。佢一來過後時呢個面對招生啊冇乜有幫助。所以就打全省冠軍發覺到電視嘅就同佢招生冇幫助。唔會有人講，因為愛打排球去讀私立學校啦。加上辦學生嘅，要今年學費、學習費嘅度，所以排球對本學講散起嚟。我係要按可惜12連霸嘅嗰種球隊裏。係啊，我係要咩啊？咋你冇辦法，係要轉咯，轉去中山工廠。中山工廠可能係講奇怪，安尼環境，安尼冇體育館。
俺哋都天练就會哦，你可以練到全身乾淨，冇咁簡單，要特別幫我去中山工廠，所以我去中山工廠1年，因為做過了去你上過，好嘛不知回頭草，還有明年要轉下結束來嘅，所以我要轉下結束來，安尼嚟1年。咁迄輪有打過有訓練過沙飛組嘅嗰度？唔咩，我係印度印有名嘅，所以嗰度前省啊，高職人有高職人嘅練隊嘅，特別要幫邀請我去個做研教練啊，所以我要做個高雄人嘅高職人嘅教練35歲以上嘅，嗰個高雄市啦，高職人要請我去幫我去聽做6年乜全嘅6屆冠軍。喂，我想問一下哈，因為其實譬如講高中生哈，一般的可能都真是對排球個有興趣哈，面要用個草樣個練唔怕，反正年輕人嘛，好本來都體力過吼。佢像你高職人做已經是現在沙飛嘅嘛，啲工作嘅哈，體能其實嘛冇年輕人按好嘅啦，冇。咁我樣訓練有咪下晝10鐘一當一禮拜有開始表有，所以教練個重要啊。我可能是也早位也有點提來嘅，也轉場提來嘅，伊最好打來是的，也7點提來，全部搞一地，地個簡單。嗰個教練看對方可能是對方7點提來嘅，可能是也是安尼教練個重要啦，因為伊臨時組合嘅。差不多10鐘一禮拜一個表演啊，所以教練比球員更重要嘅。我發現一件事情最重要啦哈，我哋一團啊，我哋下一團，我哋那同我哋觀眾朋友來說講，都係讓我去看伊啲，我哋講運動員自家本身嘅體質，好，也其實也對啲教練來講最重要，因為而家我哋講生意，因為而家可能我哋觀眾朋友都順利啦，好，可能萬歲都想要學體育，唔知個後來轉去。國小做教練的時間啦，哈，因為國小嘛，其實我哋講幼苗嘛，哈，所以呢，有的人可能一下都幫上嘅，有的人可能蠻細細嘅，咁唔幾時啫，所以呢，托高冇，所以可能是會高唔會高啊，同佢我看一班機人體質呀，順着好唔好，也順着唔好就唔好練咯，我如果看到順着係好練，就咪練啦。嗰時我先可以一家生意嚟看身材好唔啦，好嘅話都拿來練，冇法好都其實都像個阿健嘅都休息一下呢。其實啲好教練啊，哈，都同伊哋爸爸媽媽同樣，萬歲都看出生意嘅有某個體質嘛。休息一下哦，睇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賓顧富田先生，同能夠讓擺啲排球隊嚟到全國第一名。富田先生，而且我講，唔知佢俾教4年嘅啦，教球隊嘅經驗按多嗬。一到地方要發現到有幾神奇嘅故事冇？我咪係咪對國小開始講？對國小開始講。哦，係要帶個全國學界比冠軍，帶個全國南台比冠軍，帶個全省冠軍，還有縣縣比第1名嘅，嗰大細一大堆。4年嘅個磨練，做乜咯？4年個怪下。唔係，4年從頭開始，你呢種高中組啊，基本都是冇嘅，像戰略的問題。嗰一個4年沒有唔知道辦線啊，我從開始國標開始。哦，國標，練球接球用國標，國標、出標，大標。所以運動場啊，同我哋練排球嘅結束嘅手上嚟講啊，實在重要。冇運動場啊，根本練唔下，練到最好嘅球隊啊。先國標個，國三到國3年，那麼冇有國標啊？個出標個簡單啦。個要大標，將到半年咯。
可是等于如果新人的教法，你对技术都开始教，吼，因为可能新人完全冇教过嘛，你表演样去出壁，吼，样去国壁，可怎么喺壁咯？怎么唔人对人安尼传咯？人唔做的，哦，而今日唔做传唔做国啊，哦，所以是我打佢嘅地方。即係從運動場開始，對於你嘅病安尼練，佢有練厝嘅，你嘅時候有一點最重要嘅，佢就教練唔掂啦，佢厝啊一邊帶過去，我邊帶過去？而佢會教啊，應教家長咪教佢，佢冇帶過去嗬，困難唔會啦，美國唔會啦，困難唔會。迄唔會啊！佢有心意哦，練伊個有心意。伊過去嘅有限，我嚟教呀，等於你多練習俾啲時間。尤其啊，你面容啊，阿叔阿伯啊，家全部都教排球。怎麼樣咯？俺的面容不然排球啊，俺的面容真的真球哦。哦，真的哦。我按球在那練棒球，練起身練地，練個沒來以後，變那棒球夠瘋誒。是在俺的面容練排球夠少。可是以前你可能叔叔伯伯嗰度以前人強嗰時，全部都打排球，會打排球。嗰時佢到新年打排球過來，佢輸個樣嗰時，我就新年教一下就係，啊你無形中新年嘅技術如果變得改好，好嗰時對教新年嚟講嘅話，譬如講教國小嘅話，其實技術都幾重要。技術最重要，技術最重要。因為用朝天嘅行程冇用啊，人就唔做國家，唔做錯啊，唔做攻擊嚟講。唔靠天嘅冇用啊，所以先教技術。咁你有啲比賽裏邊有印象過什麼比賽冇？比如講生意。有哦，我踢敗係組排球隊嘅，搶100幾個嘅，嗰基本都過唔冇，嗰其他細嘅全部矮嘅，唔似榜上啦。佢打4年制，排球4年嘅哦，打4年。佢情況呢？佢全部係冇法子變呢。咩嘅咧？安尼場地冇辦法啦。打4年制，我哋打遠線比，同新沙嘅時候係真係記得，一扎萬太扎，4年萬太扎，一攞嚟波個，我哋標嘅嘢唔怕，我打呢邊我哋輸嘅，深深關注你嘅嘢啊，全部人哋看。奇怪，安太早仲係寫咗這種標啊！該像安尼時節，真係冇辦法有體型方嘅一種差異嘅時節，唔能用嘅方法來搞生意。除咗基本動作嘅咩？有佢對一些有國標哦，國1到8個唔會掉落嚟咧。我用平常做嘅神喺前喺神嘅，唔會飄到嗰度啊。所以基本動作好重要。打標、國標、出標。有三味最重要的運動員。嗰時其實嗰時節可能過社會時節，同樣嘅隊員我有體型上面咧，一定會太差別啦。嚇，嗰時嗰時節都基本嘅動作都最重要。咁你發到各種咯，其實有啲人差不多都已經綁上係啦，因為身高冇。量嘅要體能要操嘅，太操嘅啦，體能戰術。戰術嗰種有種都結種嘅，都各種嘅戰術嗰種嘅差別做埋用戰術，結束過冇啦，結束發球同接發球嗰種嘢，攻擊吧嗰種嘢，種嘅戰術冇戰術啦。就佢種唔可講人哋嘅各種啦、各種啦嗬，佢世界嘅比賽地步呀，有人感覺到印象歸有。佢尋日嘅比賽冇，像一個結種啦，我有睇面紅結種聽做練過，因為佢教練係應該社會嘅透視啊，今天考試去呢批結種嘅，係可以呢練一個辛苦啦，我自然係仲聽做嘛，如果我係個係其他學生嚟聽做呢，有一班係打比投人比賽啊，好多平常人呢睇重結種，因為天熱打到隻水膠呀，落太我攞一打唔得，都冇跳過呢，喺啲機跳過呢，全部站喺度比賽啦。啊，就細路仔，老師，我看唔到班前咯，如果這會等你啊，等你佢長人，打3球啊，踢球本來15比難嘅嘛，而家15呢，基本打上以後唔連那一等你那一球誒。佢打15啊，本來15比難哦。佢幾時能用咯？2比我哋養啊都裏面啊。佢幾時能用？我屯生人嚟講。嚟發夢嘅飲食業咩？天天來，我演講我冇緊張，唔做嘅自然會適應啦。
佢東江嗰定係都冇打過體育館啊。其實佢長年啦，再個加上依叫都搞唔清楚。依係一樣哦，佢哋講師傅係要拜嘅咯，馬咱處隊啦，總比人會贏嘅咯，要一樣個錯。對，我哋講，我哋而家講逆轉勝啊，逆轉勝啊，哈，第一局冇想到係5比0，但是後來連續2局全部都贏啦，哦。嗰個過冬嘅時間係嘛，大概個比賽個奇怪喲，我哋同中部嘅專家同上拼，體育啦也贏，體育我哋贏，第3局佢打15分呢，所以15分要發球得分啦，能得分，打到14比14，兩分兩贏啊呢，結果佢90打2點當中，像90哦，打到27比25啊呢贏，哇，特別安尼很辛苦嘅。叫真是比萬人的命夠長誒，真的是比萬人的膝頭夠長誒啦，哈，真係靠體力的呀。他個比咗結束嘅，才看人哋在拼，像打90打2點當中哦，呢個影響到門陣啦。佢從咱嘅情形來講嘅話，唔係咩平常時對我哋嘅球員啊有一種我哋講心理嘅建設，提講，假如係咪達到安尼時間，唔可以表現，平常時有安尼心理嘅建設。有哦，體點，一緊張嘅一咁大，一緊張一咁大，從17比14嘅咩，結束嘅咩，一緊張嘅一咁大哦，唔咁大唔報數嘅。哦，中華人哦，一緊張嘅時間唔係應該一平火去打下，唔係哦，長翻哦，一個咁脆哦，一緊張嘅時間，一咁脆下。越緊張啊，做得你緊張，越緊張，我一咁好。嗰時等於冇咁緊張，一緊張嘅時間，人家心情一勇敢去行前去打。嗰還有呢？腦海裡面要有球場。乜個意思啊？乜可能腦海裡面有球場？先從咩都球場啊？唔睇邊個呢？人都看人也是來有看，那人負面嗰個，那人嗰以對方嗰做唔慢，那人唔全部人就全部低哦。所以腦海裡面我要嘅計劃嘅球場。等於講對面一啲球員來講嘅話，而他又打過一球人嘅時間啦，嗬，如果他又提過哦，萬人會發球，萬人佢會接球嘅，萬人可能喺我嘅球隊裡邊攞出事，嗰種接唔到球，冇得講體力咁弱嘅。嗰種其實喺心底邊，睇用對方萬人的角色、萬人的強項，如果有啲希望有啲大。所以教練個重要，唔夠人坐地咩，冇做乜嘅人看對方樣嘅，所以我嗰度實現咯。比啊，咁樣做出嘅在為佢看嘅，哦，樣嘅咁樣快過，也打長過，也打八過，也打乜嘅，切對要加油啦，就真實啦。嗰第二都講。像打棒球樣嘅，佢幫我哋講要使，係使，嗰個排球嘛要錯啊，用嘅冇啊。我佢發球嘅嘢，發球以前，攞先看一下教練講，野球都打前排還是打後排，冇都打到萬人身上去。有個比賽係講唔同啦，按照技術嘅做，技術特別新北市嗰個啦，嗰場，老實講，他敢要打贏命。佢打9贏制嘅，強打住我，都係我哋第3名冠軍。而家做主要唔就做八股，唔就做黑杯啊，唔就做黑杯。所以我要教我這個嘛嘅學生，全部發喺左邊。哦，佢什麼叫大邊嚟咩？而家改電人太跑做喺右邊，佢做唔大邊，而唔做就多呢。所以強數啊呢。呢邊人都冇落去嘅，嗰時都變成講，其實唔幾時就都已經發現講，他什麼有點弱點，有點弱點。係啦，而冇辦法做一個固定的動作。冇辦法做本嘅最頂陣嘅攻擊手，做都做不下去，做咗又不安神啊，又不安笑啊。咁這裡講看球員一件事情，唔係應該每個教練都會有安尼嘅體質啊，還是講，也係唔知個，唔應該講唔知個。觀察人的一個體質咯，可能每個人的教練有優劣點啊，有啊，其實可能是看唔出啦，人講嘅可能是啦，可能是看唔出都差幾多啦，嗬，教練哦，
嗰時其實伊啲好嘅教練啊，吼，唔單止愛教好，其實最重要嘅係愛可以看出伊啲球員有長處，係有人弱點。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同我講，讓我一看伊啲球員嘅長處同短處。翻過來，復起來，上一檔節目我哋來賓顧富田先生同我哋講個幾隊嘅比賽個神奇嘅故事。像富田先生想問一下吼，唔多都有講到講，其實都係人後來有教嗰種教職員做嘅呀吼，伊哋應該如喺自家來報名吼，嗰時伊哋可能幾多人本大陸唔係學體育嘅，咁像安尼嘅運動員嘅話，能用嚟訓練咯，冇得講能用嚟去發展而看到伊一張人嘅體質咯。教職員呢組隊啊，個體術啦，然後呢演示，從佢哋也把有民農嘅時候嚟組隊，民農嘅時候線上啊要簽球員咯，簽好嘅，大家睇講民農啊那嘢習慣，拜託係教你教嘅，全部基本都係我哋就35歲以上嘅嘛，所以大體上係組合嘅問題。我讓佢大家一些理解嘅，我做咗一些嘅，乜個做乜個做嘅，讓佢做嘅個重要啦。但是伊哋強伊啲國手，伊可能線上都唔係啱體育嘅呀，伊哋啲基本嘅技術咁好。基本技術唔係陳老綁嚟咩？好，前綁嚟嘅，本身會打排球嘅咩？多做少少會打。組合問題，唔係說打一樣，唔係打太跑嘛，打快攻嘛，打乜嘅教練問題個重要啊。嗰時冇伊啲係全能嘅啦，冇伊啲全能嘅。嗰時變成教練最重要嘅話講，看得出一隻球員嘅體質冇。係啦，可能是啦。然後喺比賽嘅時間，時時比把伊派上去，冇得講比伊啲任務伊哋講，跟人做乜嘅，你發。而且係帶個嗰陣時教職員，擺到係做教練係帶個全嘅6年班咩？咁帶教練一個場地有嗰種唔夠我哋神奇嘅嗰種。有踢計嘅啊，踢幣嘅啊，嗰陣時嗰啲高中啊，全部嗰度高中講。老古嘅眼咧，嗰陣時啊，25年來冇全嘅冠軍嘅啊，假使已經打到冠軍啦，眼咧一個高中搶嘅一壇啊啦，係打唔到啊，嗬，我已經要搶嘅一壇都得啦。好，我嗰年準高中生炒哦，我咁樣哦，咁準高中生炒哦，炒嘅差唔多半3年，做打高職員冇變班嘅，反正冠軍。對啊。咁我哋啲睇落贏噶啦，嗬！咁以後都反正都每啲高中都至少都要搶一歲百，搶冇，搶嘅，嗰啲100多就冇。但是我睇嚟想講，超過班長年嘛，15年嘛，嗬！嗰度高職員咁當一條，當有咩？因為我做高中生，按你炒你35歲，看情形啊，係啊，當條嘅休息一下。但是你話個年份程度至少不咁樣一個唔搶嘅女個3年數本人發呢？唔係，唔有唔多的定大度嘛，佢唔重要。本年人幾多高職也是多條毛啊。係可能2、3家個個嘅，他個骨頭係發。嗰度地個業內啊，嗬，業內有一門啊，嗬，即個皮都綁過起先，冇同人哋架勢人哋嘅。咁從嗱對人嚟講嘅話，一啲譬如講人哋其他觀眾朋友可能有啲人可能已經上咗年齡咧，嗬，因為排球隊排球也係運動，都係適合樣嘅年齡嘅人。有上嘅，總嘅，有上嘅，至少話跳下康啦，嗬。唔過多嘅跳落去，咩冇乜好。咁從唔即係教新人嚟講話，有啲人佢從我講教練啊，嗬，同新人嚟講，如果需要800樣嘅。都對新人嘅爸嘛，因為免疫都強下啦。剛搞出來新人嘅，我佢差唔多。自動嗰度啦，行嘢啦，嗰陣時會衝啊，佢線上搞乜嘅，要衝乜嘅，嗰陣線上嘅戰術樣嘅，學生咪學嘅話，你戰術相同意思啦。像係練球係最重要嘅，踢咗發球。
开始比比，开始发那种系拿不了，因为拿不了就磨高啦，要熬晒嘅，那最狠嘅，依家仲好生嘅。怎么咯？有时都冇一开条毛咩，一开始要仲系拿不了。所以个比赛比到地动越打满顺、严顺，难看企业联赛嘛呢，打1分、2分、3分，不，来一个拿不了。拿不了意思个发球冇过啦，发球后晒。都总团的吼。系啊，所以让我暂停。虽然我30秒嘅应用过睇哦，一暂停嗰个发球啊，嗰个拿不了呢。一个你可能点啊节奏被打破样嘅啦。可是等于讲，其实看伊啲比赛，冇得讲睇训练伊啲球队的比赛的时间，其实有时间平常练习都系技术啦、体能，但是上去的时间，可能真正都展示同人哋讲心理的素质、心理素质。你像头都唔讲嘅，其实很后面可以当嘅对嗰種幾緊張嘅時間，冇得講睇嗰種伊啲幾順嘅狀況下，俾人打斷咧，你樣去接上碰爛嘅事情。所以一個士氣都蠻重要。我有先有士氣，那有殺氣，那有霸氣，先有士氣，有殺氣，才有霸氣。那會冠軍啊，那會贏。好，人都士氣、殺氣、霸氣，霸氣啦，嚇，士氣、殺氣、霸氣。咁唔知講唔係對國小、高中，我哋講高職人咧，一全部都訓練過嘅。頭都有嘛講到講，其實以前闽南嘅排球係幾有名嘅，但是因為而家慢慢地可能都冇按到人哋打嘅。對人來講話，唔會有乜個想法用闽南嘅排球在啲贏過來。一個東西咪排球同棒球啊，實在講起來啊，排球嗰個練啊，棒球咯，我經歷過多，嗰個家長平常訓練高嘅時間啊，也唔多適合。一個排球隊成立啦，有5-6個條件，特別5個條件呢，佢要改嘅咧，學校高中單子嘛，家長係嘛，球員身材好嘛，教練前面多嘛，有經費嘛，有科技天賦嘛，一見到太空我差唔多具備哦。像俺哋種人叫做講講，你就是喏，你做排球場呢？好上嘅先說本好上嘅練，來咱唔是說啲，而家咪就是你做排球場哦。家長咯，個戰爭，家長冇問題，我答應好講現場，我總要有下嘛。排球隊同棒球隊哦，最差別，打嘅時間。嗰度高中唔單止練棒球呢，咁就練下個麼，下次就去咁樣練。我書都冇玩得多，所以喺排球隊沒有，又要讀書，又要練排球哦。因為排球用嘅唔係像棒球專業隊啊，都係已經有企業聯賽啦，出都話個有嘅，嗰個人家教練團電子嘛，像係見阿伯樣係有7、8身體唔好，還有強中上嘅教練就天數哦，像有派下嚟南面做嘅。教練啊，有結束哦，也要來聽書，所以人人際關係好嘛，同做教練人有關係。我唔見面有嘛，我講個現場批號嘛，科技會聽做錄像嘛，會聽做攝像嘛，特別係你冇，佢有誒，我一比賽幾下嚟標本賽有關，那些冇，所以嗰啲一個球隊啊，沒人簡單啊。但最起碼排球比棒球，特別係民用炸滿用多人教排球，人家教中式棒球嘅，打人多樣，變啊兩個有空嘅，棒球啊空，排球啊空，所以我希望還是練排球嗰個人。雖然唔係正確版畢業，但是我哋喺個性上用伊嘅熱心，同伊嘅腦筋。遇到闽南嘅排球，寫下伊啲新嘅歷史。我哋今日過感謝我哋嘅父親先生，就攞嚟現場同人講很多闽南排球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啊！休息一下哦，等下還有運動阿娟妹嘅運動加油站哦。Hello，大家好，歡迎
上收看运动加油站，我是运动甜心阿娟妹。今日我继续同大家小解嘅运动係足球，足球咩用人講腳球。上擺要同大家簡單說明嘅幾個足球嘅比賽規則，唔知大家還記得冇？我其實要注意嘅所在還有幾多哦。今日我就會來繼續同大家小解咯，聽下嚟去。足球場上嘅每類所在都有無共用嘅作用。第一類，我來小解一下國旗。睇足球場上嘅四個有立國旗，國球就係睇葉片開出嚟。第二個係球門旗，又按做小徑旗。比賽嘅時節，球天錯會完全通過球門下背嘅球門線，爭算得分。第三個徑旗，守門員睇也係所在做得用手去通到球。防守也係團隊睇徑旗地背犯規，一般狀況都會判判踢球嘅隊伍點球。足球嘅體勢同重量沒有清楚嘅規範哦，所有用嘅球都聽錯要用適合嘅材料來做成圓形嘅球體。韓國球嘅圓柱長喺70公分到68公分之間，韓國比賽用嘅球重量喺450公克到410公克之間。12碼球又按做點球，喺足球比賽當中，助攻球員喺自家徑旗地度犯規，本人判罰嘅一種持球。喺發12碼嘅時節，球會不用睇發球點，其他球員會企喺徑旗以外，離球最末都會有9.15公尺。接下來會小嘅係持有球，發持有球嘅時節，對方球員做得動彈三門。如果防守嘅球員會企喺距離球9.15公尺以外嘅所在，故所加上會看到球門前企得一排人。總共行係冇辦法分出輸贏，就會遇到1對1嘅做實賽。係講有一方停一氣，行講另外一方冇停一氣，比賽就會結束咧。看睇今日嘅運動加油站4單元，大家對足球有行卡認識冇呢？坦白係講，唔睇電視後有看到轉播嘅話，冇聽錯就做得同客人也係朋友來小嘅比賽規則哦。韓國大家每位記得加上來運動，安尼身體才會康健18年哦。運動加油站，拜拜。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嘅時間呢。今日我係謝諾夫先生來教大家步槍嘅運動。明日早上頭，我哋放起來就開始記得同我哋面利用手來，要麼請大家同我共下來做步槍運動哦。好，首先我哋同手觸臂手來，大家共下嚟做。用臂手哦，用我哋面向對當方慢慢地用落來，多用幾下，數要記得觸臂手來，用臂手，我哋身體都會變小哦。好，再來面，慢慢地。再來一擺，對當方，慢慢地，再來哦，數觸臂手來，手手，人都會健康，假唔會感冒哦。觸臂手來，數用臂手。用我面向，再來一擺，觸臂手，用我面，安尼我哋用嘅幾擺，我哋面會慢慢地收上來哦。
哦，愈来愈好诶哦，面愈来愈小诶哦。做啊清香安尼再来拜。哦，再来拜哦。哦，面安尼小小。哦，每个人嘅身體都會開始受風來哦。哦，速必小來。最尾拜咯，速必小。哦，做我相當嘅好哦，也問俺嚟數條啦冇，一樣同俺嚟數，用手來對前面數下到後面哦。哦，慢慢地數會打好來。哦，再來一拜，對前面打好來，再來一拜。就會打開來，再來一拜哦，都相當嘅好，再來哈。再來，哦，所以記得打開來，再讓我哋對兩片，啊，兩片，當空挨下。慢慢地，同我哋頭拿做保健嘅運動，哦，從頭拿變小來，安尼老人家如果唔會感冒哦，數速速啊，再來前面後面。哦，前面後面，哦，啊兩片來，兩片，身體都會受風來，明日早上太陽安尼，風來都是先做日嘅運動哦。先好，哦，數記得提用手來哦，速必手，一萬人嚟來用人呢，沒煮也認起呢，哦，對當空來，哦，再認起呢。啊，數用筆手來，沒煮，再一擺數用筆手來，沒煮，慢慢地就烘來哦。好來，速速啊！再來兩片，熟熟啊！哦，那就熟啊！數會記得速筆手來，安尼都速嘅，我哋再做一擺。哦，相當嘅好哦。
真严起呢。數錯必少，得兩眼嚟用眼嚟批講，數打上來，慢慢地同批講，錯等好挨下，同批講變少來，อันนี้รุ่มเบอร์เสร็จพี่哦。再來數錯揚上來，慢啲落來。上下。再ไป錯數揚上來，寬當上，慢慢落來。再ไป哦，錯數揚上來，寬當上，揚落來。數一幾點錯咧，อันนี้數變少，前提也變少哦，數變大。數錯咧，基本呢先攞副線上搞大家都係人哋頭腦運動，面嘅運動，อันนี้โปรแกรม方式清楚，人哋在注明搞大家都係面向來數錯必少面，過嚟人哋頭腦冇，數前面後面還有兩片。做相當嘅好，還有我哋木組嘅運動，保健，還有個壁，錯必少來，我哋精神清好，睡眠，還有我哋當空落來，我哋批講，我哋每日早晨頭做下運動。老人家敢唔會感冒，基本我哋做係我哋頭腦面嘅運動保健，好好嚟向下做哦。先攞副線上基本搞嘅運動，好唔好冇？記得好好運動向下來了哦。